后壁国小那边，前方后国小那边。到底要从山门那边进来，省公路那边进来，还是要从这附近这条路？最近这里这一条路。后壁国小附近啊。好妙啊！太阳宫，太阳宫。你看太阳宫在那里啊。前方后壁国小那边，村庄叫后壁寮吧。太阳宫在那边，太阳宫。要问你，后壁国小伫底啦。哦，佮直直去的咧。啊，迄砖头的做啥？后壁寮。后壁高中呢？后壁高中我伫遮咧读。哦，这。高中伫后壁高中。伫遮。敢若伫迄起高工。啊嘛，伫遮拢伫遮尔。毋是迄观光工厂遐呢。伫遮观光工厂伫遐。哦，谢谢啊，感恩啊，安尼了解。谢谢。后壁国小后壁寮。后壁高中呢？后壁国小的这是前面的后壁寮村庄那边的吧。后壁里啊，行来到后壁里啊，伫加东里甲行到后壁里啊，对加东卡加东行来到后壁里啊。原来太阳宫前方那一条南北方向的路走到尽头，要到后壁火车站了。顶头都低，这号码才多。谢谢。快走到尽头了，看。从那个嘉东里下茄东里走到那个后壁里了。你看这个榕树就这样长了。你看它水沟旁边就这样长榕树了。水沟旁边就这样长榕树了。加油，靠谱！